媽媽咩事啊？介紹下。有間新整嘅床。哇！上架床幾靚，下架床一個好大嘅書台，姐姐張床，軒軒佈置緊，哇，好靚啊！好啦，邊個亂撳啊？唔好亂撳啊 ，touch 㗎咋，唔好亂撳啊！呢個紅綠人就爬緊樓梯上去，成日搞爸爸個 pat， 劈哦！曳 B。係喎 ，sorry， 爸爸做錯，爸爸曳 B， 好啦，早唞啦，知道 ，give me five， 拜拜，喂，拜拜爸爸，拜拜爸爸。 I love you， 食燈啦。知道啦 ，kiss 媽咪影低先，佢紅綠軒都要 kiss 媽咪啊！我哋好耐成日都同紅綠軒瞓噶，冇得同紅綠軒瞓啦，軒軒掛住佢嘅 Sprunky 唔理我哋啦，飛吻啦，飛吻啊，我哋啊！哇，好求其啊！咦，哇，仲有好舒服嘅冷氣，正啊！你又做乜嘢啊？飛吻 First night 啊，耶！飛吻，自己瞓 OK？ No。喂，打爸爸電話，好曳 B 啊！打爸爸電話，好彩我反應快啫。紅綠人，自己瞓 OK？ 姐姐出高 outside， 你高 outside OK？OK 噶啦！哎呀，撞到啊！哎呀，咁興奮，好啦，拜拜，樂軒樂人，拜拜，I love you。